私生饭无所不在。韩团防弹少年团最近庆祝团员 J-Hope 生日，中却疑似出现粉丝探头闯入房间的画面，让粉丝大怒。而另外一团 NEWS 成员黄明炫也有相同烦恼，一名粉丝也常近距离偷拍。一身帅气黑大衣现身机场，在保镖团包围下准备登机。韩星黄明炫原本是 NEWS 成员，过去1年半因为参加选秀节目加入限定团体 ONE01， 人气飙涨。现在回归本团，依旧吸引大批粉丝追星，更有恐怖私生饭贴身跟随。这名私生饭疑似是香港女生，她时常会在 IG 贴出在机场跟着黄明炫的照片，都紧贴在身后，距离只有几步之遥。每一次贴文，她都会写出心得感想，像是你真的好香，再次确认你认得我，你一盯着我就吓到了。私生狂粉的行为实在太高调，有不少人检举他的恶行，却依旧无法阻止他继续跟踪偶像的行为。更有私生饭透过非法途径获得偶像的个人信息，不分日夜打电话、传讯息，导致成员承受巨大压力。还有防弹少年团也是苦主之一。防弹少年团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团员 J-Hope 趁着25岁生日跟粉丝，没想到其他成员端着蛋糕进房，给他一个大惊喜。但镜头一个画面闪过后方的门口，竟然有一个疑似女生在门外探头，而且她还拿着手机往里面拍。不少粉丝立刻想到，有可能是侵犯艺人隐私的私生饭。这件事情在粉丝圈引起哗然，防弹少年团经纪公司查证后立刻发出声明，画面里的是工作人员，那个地方不是外人可以进去的建物。否认了私生饭入侵骚扰的传闻。不过，因为先前就曾经发生过私生饭偷偷潜入成员救国房间，在饭店床上跳来跳去，令粉丝大怒，也心疼偶像必须遭受恐怖骚扰。